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的宽基轮，最近是一直出现伫咱的海南区。这几天有一只巴拿马籍的游轮，甲蒙古籍的中顺轮，佮出现伫屏东邦山的海南区，是安尼鬼鬼祟祟。讲这个巴拿马籍的游轮，原本的目的地是天丁港，但是23号煞企图要进入咱的邦山海南区，结果互咱甲赶离开。另外一只蒙古籍的中顺轮，1月底为高雄出港了后，就一直伫个台南甲恒春的外海咧徘徊。宽基轮最近嘛一直出现伫个台湾的海域，意图不明，嘛引发着关切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